第9集願力嘅奇蹟。今日讓心靜落嚟，收聽佛說智慧。心若有願，萬法皆動。佛教講願力唔係空想，而係一種深層次嘅心念力量。當你真誠發願，宇宙就會開始回應；當你堅持願力，命運就會開始轉動。願力係修行嘅方向。修行唔係漫無目的，而係由願力引導。你願意成為一個慈悲嘅人，你就會自然遠離惡行；你願意利益眾生，你就會開始改變自己。願力就係你心靈嘅羅盤。願力唔係你想要咩，而係你願意為咩而活。願力能夠穿越困境。當你身處逆境，唔好只望住眼前嘅苦，而係望遠啲。你願意成為點樣嘅人？你願意為乜嘢而堅持？願力唔只係希望，更係行動嘅起點。佛教中好多菩薩都係以願力成就，例如地藏菩薩話：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。觀音菩薩話：聞聲救苦，千處祈求千處應。佢哋唔係因為能力大，而係因為願力深。發願係一種修心嘅實踐，你可以咁做。每日靜坐時，心中默念自己嘅願望，例如願我能利益眾生，願我能放下執着，將願力化為行動，例如幫助他人、守戒慈善、精進修行。當遇到困難時，提醒自己，我有願力，我唔會放棄。願力唔係一時熱情，而係長期堅持。佢唔止改變你，仲會改變你身邊嘅世界。本集佛說金句：諸佛菩薩皆由願力而成，眾生修行亦由願力而起。願力係心靈深處最堅定嘅承諾。當你每日都以願力為引，無論風雨順逆，都能走出屬於自己嘅修行之路。願你喺呢個星期日靜心發願，讓願力成為你生命中不滅嘅光。多謝收睇。